插上。啊，好。遮什么遮？这么漂亮大长腿，浪费资源。你这些衣服穿上就不像什么正经姑娘，我就不该听你的。你要穿你那些桌布，能进这种场合吗？桌布怎么了呀？我自己舒服最重要。活该你是单身狗，你都快奔3了，真打算把自己砸手里啊？你都已经单了2年了，今天经我给你这么一打扮，绝对斩男无数。拭目以待，走。看什么看啊？去找别人去，老子没有时间。你看什么呀？离老娘远点。有病啊！真能装，你再说一遍。急了还？就冲你这个脾气，我还改变主意呢。检查完，待在原地不许动，都别动，别走，站好。证件看一下。身份证、证件出示一下。根据群众举报，这里有人携带毒品，请配合我们检查。你过来。有人吗？轻点儿，衣服很贵的，小心弄坏了，你2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。收队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怎么还有警察呀？我遇上一个臭流氓。你人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哎呦，别生气了。我还说给你介绍一帅哥呢。哎呀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去喝两杯。
叶总，这是今天的日报。小美人集团前年来的梨园，做着水产公司的生意，搞着黑社会性质的活动。我本来不想跟这伙人有任何瓜葛，但是我从老程那里得知，他们涉毒，而且毒品的成分浓度竟然和6年前1020特大贩毒案一模一样。严总好。我也曾是一名警察。1020是我作为缉毒警参与的最后一个案子。我和老程的好兄弟，也是在1020任务中牺牲的。一日为警，终身为警。就算是为了他们俩吧，我也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我主动向老程提议，以警方卧底的身份打入小美人集团，协助破案。老大了，梅姐，刘总，你看看人家这生日挑的，合着一落地就能开始泡妞把妹是吧？嗨，妹把了不少，可一个留不住。走吧。走。今晚美酒和生蚝管够，严总可要尽情享受这个夜晚啊！吃完了也不许走啊！哎呀，不就是过个生日吗？还劳烦2位老总破费，下一回一定我做东。好嘞，这边。生日快乐啊，严总！来，干了干了！来，坐坐坐。之前啊，是我太势利了，3番5次的冷落你，是我做的不对。哎，这都不叫事儿。不是我信不过你，是我这个人啊，做生意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啊，从来不跟女人合作。可能是我自我感觉太良好，我就怕呀，这个女人跟我来往太密切，会爱上我。怕我爱上你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们接触久了，你就知道小严这个人没皮没脸没正形。但我有一双慧眼，我能看得出来，梅姐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，一个伟大的女性。我就喜欢啊，跟这种实在的、豪爽的人合作。那今儿我也表个态吧。从今往后，梅姐的事儿，就是我严谨的事儿。只要咱们俩强强联手，别说梨园了，就是整个东南亚的水产生意，甚至包括娱乐产业，咱都给他玩转了。那就一言为定了。来，我喝了。哎呀，来坐，坐回去。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严总，哎，早就听说你酒量深不可测，今天为子我可得好好领教领教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干了啊！干了！干了！我打起12分精神，可还是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要露出马脚。更何况那晚刘伟给我的酒一定有问题。
找别人去，老子没有事情。你看什么呀？离老娘远点。你有病啊！你再说遍试试。检查班，待在原地不许动，都别动。根据群众举报，这里有人携带毒品，请配合我们检查。有人吗？开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你刚才把什么冲了？吐了一口好酒。哎，轻点儿，衣服很贵的，小心弄坏了，你2个月的工资都赔不起。别废话。也不知道哪个孙子恶意造谣，这大情人节晚上害得程副支队长连媳妇儿都陪不了，这是人干的事儿。严总，希望你我之间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种情景下见面，好自为之。数队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纪晓鸥，我误以为他是刘伟设下的陷阱。如果不是他那一耳光打醒了我，我的卧底任务可能一上来就要终止了。这姑娘手劲儿可真大，脸被他打得巨疼。但我心里是真的感谢他。哎，哥，没事吧？再喝点去，走。出来混哪有不挨刀的呀？出来混，迟早都得混。你和禁毒支队的程副支队长关系那么好，说掰就掰了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那妞儿太漂亮了，太正。哎呀，这腿好长，嘴也大，好喜欢。忘掉那天涯孤独的秋，也醉到天尽头。哥，挺干净，你看看。哎，哥，你要干嘛呀？严谨、严也，
哥，你醒了？你谁啊？你不记得我是谁了？看来您是真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。谁派你来恶心我的啊？你别急啊。我怎么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要是让网上的人看到了，会怎么样？要不这样吧，哥，您给我1万块钱。哥，小兔崽子，想讹我是吧？不是，删不删？我删。快点儿！好了。哥，这照片我都删了呀！兔崽子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！大姐，有没有看到一个打火机这么大，银色的？谢谢。严先生，昨天在这儿拉小提琴的那个男孩，我只知道叫战宇，是个临时工，刚来没几天。他住哪儿你知道吗？这个还真不清楚，不过我可以去查。这样，这是我名片，你看到的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好。二子走了那么久，打火机是我唯一的念想。把他给弄丢了，我烟也不想抽。这事儿怪我。不过二子对身外之物一向看得很淡，他不会怪你的。想开点。今天啊，我经历了人生中最荒谬可笑的一个早晨。不就是一个拉小提琴的小孩吗？叫什么名？叫战宇是吧？我帮你找这个人，没准打火机就在他身上。3天之内务必给我找到这个小骗子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行。说点正事啊，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昨天我喝大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刘伟把毒塞我兜里的。哎，他就想让你把我逮进去，好让我彻底出局。幸亏我发现的早。刘伟怀疑你了？怀疑我？他什么时候信过我呀？哎，我是看明白了，表面上小美人是老大，但具体的一切事务都是刘伟在负责。这家伙是个狠角色，想要短期内拿下他，难度很大。怎么了呀？我是不是不该让你趟这趟浑水啊？现在怕了啊？你是严大公子，真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啊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无能？放心吧，
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好查案吧。照你这么说，战宇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啊。这才刚开始，精彩的还在后面呢。哎，咱们就在这儿聊吗？局里正在升级系统，所以都改在临时审讯室了。你大可以放轻松，我们随意一些。那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就是想先问问你，在你眼里，战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一个身世悲惨的小毒贩，一个被困在地狱里太久，不愿意相信有天堂的人。恢复的不错啊，继续复健就好了啊。哎，谢谢大夫。谢谢大夫。神医小跑腿来也。饭吃了没有啊？早吃了。这个地址我都写上了，你就给他送过去就行了。爸，你是不是知道就好了啊。你又善心大发，让我往这么老旧小区送进口药，又贡献你这个月私房钱了？这个病人呐，双侧的股骨头已经坏死了，送到我这里已经很晚了，他又没钱换关节，只能靠吃药打针，能帮则帮嘛。没错了，我的善良就遗传我爸。我走啦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
爸，拜拜。拜拜。请问一下，您是李美琴阿姨吗？对，我是。啊，我是季大夫的女儿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啊，快请进吧。啊，来吧，姑娘，请坐。嗯，好。真是得好好感谢你父亲。要不是季大夫，我是真有点活不下去了。哎呀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爸说了，您这个病啊，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控制住。我刚才在楼道里就听到了琴声，是您的孩子拉的吗？真好听。我儿子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，在里面练琴呢。等一下啊，小雨，小雨，哎，来了，来客人了，出来打个招呼。这是季大夫的女儿，给我送药来了，快谢谢人家。你好，小雨，我叫季小欧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小姐，谢谢你。那我再去给小姐买点水果。快去吧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吧。行。先下去了，阿姨。哎。对不起，姐，我当时不是故意要跑的，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钱还你。那你也应该跟我说实话，不该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我不想在医院住太久，就跟医院要你的电话，想着拿了打工的工资就立刻还给你。你看，你电话我都存了。你这手机……啊。当时我朋友把我手机摔坏了，赔了一个新的给我。姐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还知道叫我姐呢？还没吃饭吧？走吧。慢点吃，着什么急啊？你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呀？今天就是个巧合，你妈是我爸的病人，为了这点钱，我至于满世界找你吗？你妈的病这么严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0年前，我妈生了一场重病，为了救命，打了过量的激素。激素
确实是股骨头坏死的主要诱因。我妈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，你看，你跟你妈妈还真挺像的。那你爸爸呢？我爸就是个混蛋，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，经常喝醉了打我们，家里全被他败光了。要不然我妈的病也不会一直拖延。我妈跟他离婚以后，他还是每次喝醉就回来家里闹，找不到钱就打人摔东西。不过这2年他看我长大了，能保护我妈了，就不怎么来了。小雨，一直照顾妈妈很辛苦吧？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可能这就是命吧。你别这么想，只要你努力，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姐，这个东西是我捡到的，看上去值点钱。本来打算妈妈生病应急用的，现在就先压到您这儿，等还了钱再赎回来。不用了，钱你可以慢慢还。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，这次我一定说到做到。那我先替你保管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嗯。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，满脑子都是那个简陋的家和那对可怜的母子。第2天，我就主动给战宇打了电话。小雨姐，哎，小雨来了，这地方好找吗？按姐发的定位，很好找。那你先坐。姐，你的咖啡厅好漂亮。姐还是比较有审美的吧？来尝尝。嗯，好喝。那当然，姐冲的咖啡啊是拿来镇店的。我给你的提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姐，你要是担心我赚钱的问题，我没事的，你也不用特地的帮我，我很快就会把钱还你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没着急让你还钱。你瞧，我这是真的缺人。当然，还是看你个人的意愿。我之前的兼职也是断断续续的，在姐你这里打工肯定也很稳定，这儿离我家也不是很远。我是说，我很愿意在这里打工。好，那咱们说定了，工资保证让你满意。嗯。你好。请稍等，你需要什么？请慢用。谢谢。王哥，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，谁都知道我纪晓鸥向来说话算话。我保证，这2天结清欠款。妹妹，哥哥我只是个供货商，这东跑西跑的也不容易。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，那哥哥我吃什么呀？其实我钱已经准备好了，没想到出了一点意外。您能再通融2天吗？哥哥也不是为难你，但你要理解哥哥是不是？先生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会儿不营业。2位请进。
这边。两位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吧？这上面全是我们店的特色。听说这里的手冲咖啡特别好。这还有手冲咖啡呢。我看装样子吧。给我来一杯拿铁，再来一块你们这儿最好吃的蛋糕。给我一杯叶加雪菲，谢谢。二位稍等。哎，你这事儿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跑了呢？今天到底能不能付钱？我说了，这2天给你结清。哎，妹妹，其实呢，这个也挺简单的，只要你今天下班来陪陪我，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么好呀？请慢用。你是干什么？我送你断子绝孙！这么冰，你这干嘛？季小，你是不是找？哎呦，这哦！他欠你多少钱？你是谁呀？哎呀，问你呢，欠你多少钱2万，2万。哎呀，这张卡里面正好有2万0250，拿了钱，赶紧滚蛋，否则我废了你。干嘛？密码6个洞。洞？动妖动怪的动。洞。懂了。哟，美女，好巧啊！又见了啊，真有缘分。送走一个又来一个。刚才谢谢你，手机号留一下，这2天把钱还给你。钱不用还了，拿这个抵吧。这个不能给你。为什么？不就是一个打火机吗？拿它来抵，你不亏啊？这是别人寄存在我这儿的。谁啊？有必要告诉你吗？行，你看一下，这打火机的上面是不是刻着3个字？你怎么知道？外，就是我，严谨。另外2个是我的好哥们儿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严谨的严，严谨的谨，如假包换。现在咱们俩也算认识了，美女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抱歉，东西不是我的，要不归原主也轮不到我。我就是喜欢有原则的姑娘，更何况还是个美女。行，打火机就先放你这儿，回头我再过来拿。先生，你的女伴在后面。真没想到啊，咱们梨园还有这么好喝的手冲咖啡。一口下去，心跳都莫名的加速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米粉。小雨来的正好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他说打火机是他的。年纪小小，本事不小，养成偷东西的坏习惯可不好。先生，您误会了，这打火机是我捡的。我误会了，我看你是失忆了吧？有什么话咱出去说，别耽误店里生意。小姐，你趁热吃。
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，交个朋友。哎，老板娘，没事了，误会一场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走了啊，弟弟。小雨，你跟姐说实话，那个打火机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之前在一个5星级酒店打工，有天早上送音乐早餐，在客房无意发现了这个打火机，觉得值钱就没有交工。后来领班问我有没有发现打火机，我撒谎了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对，但是我真的是为了应急给我妈买药的。真的？我刚才向那位先生解释也道过歉了。小雨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，更不应该撒谎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刚才那人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吧？没有，我没怎么搭理他。好吧，那我去干活了。小雨，我妈身体不太舒服，我得先回家一趟。阿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老毛病。那这就交给你了，你打扫完卫生，把今天流水清点一下，记上账，把门锁了就行。好的，小姐，路上慢点。嗯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您的蛋糕，您的咖啡。你好，女士，这边。哎，小雨，这些卖剩的面包你是要打包回去吗？冰箱里还有一些酸奶，一起拿回去吧。姐，你来。你看那个小男孩，他每隔2天都会来这里捡水瓶。我问过他了，他告诉我他父母都去世了，就一个奶奶陪着他生活，年纪这么小，看着挺让人心疼的。所以这些吃的我想拿给他，我折价买可以吗？你这个孩子，自己家还漏着雨，还想着帮别人撑伞。反正店里这些卖不完的东西也会处理掉，以后你就都拿给他吧。姐，你真好。你都叫我姐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弟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姐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，够意思。明天我和小伙伴有场4重奏音乐会，姐想不想去听？好啊，我好久没有听过音乐会了。走，我帮你装。嗯。
那天演出结束，我和战宇在回去的路上聊了很久。听他说起自己的音乐梦想，我忽然觉得心里很踏实，也认定了他这个弟弟。不管他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要倾其所有的帮他。因为我一直坚信那句话：无论你遇到谁，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，绝非偶然。严谨也一样。是不是你们认识了以后，严谨就开始主动追求你了？他如果当时就想追求我，何必带着相亲对象来店里面？现在想想，他似乎对别的事情更感兴趣。战宇抵押的那个都鹏打火机，是这个吗？嗯。好。你在哪儿找到这个打火机啊？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现在暂时不方便回答你。一个长相清秀的小提琴手做皮肉生意，敲诈勒索，已经让我毁三观了。没想到他还贩毒。半年前我们在酒吧街抓过几个吸毒的人，他们都供认是从一个叫 KK 的人手里买的货。只不过这个 KK 行踪神秘，每次到酒吧街都会伪装，连买家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我也曾派人在酒吧街跟过他，不过都跟丢了。根据他们的描述和你拍到的画面来看，他就是 KK。可以啊，这小子喜欢玩黑白双煞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可能就是刘伟的人。你接着说。庆生那一天，这小子就在酒店大堂拉琴，然后又出现在刘伟给我安排的房间里，现在又发现他在酒吧街贩毒。你说吧，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儿？现在刘伟对我的疑心很重，想要短期内拿下他们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。但如果战宇真是刘伟的人，打火机又在他手上，我倒觉得是二子在冥冥当中帮我们俩。你这想法我明白，但至于要不要这么做，还要先弄清楚 KK 的身份。查到他最近在哪儿打工了吗？一家叫“似水流年”的咖啡馆。我看是打着打工的旗号贩毒吧，这是他们的窝点。看起来不太像。他呀？谁呀？那天晚上给了我一个耳光的大嘴牛，没想到她是咖啡馆老板娘啊！看什么呀？你有什么看呢你？长得是挺漂亮的啊，小心看眼里拔不出来啊！得了，情况我都了解了，改天哥们儿会会他。会谁呀？战宇还是老板娘啊？管我会谁呢？严顺，还没好呢，汤都凉了啊！来了来了。小欧，身体哪儿不舒服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继续聊吧。战宇在店里工作得很好，做事很细心。店里因为他拉小提琴，吸引来了不少顾客。而严谨这个时候，也开始了对我的追求。您好，您的花到了。
你好，是纪晓鸥女士吗？我是勿忘我花店的。啊，你搞错了吧？我没在你们家订花。梨园市海梨路23号似水流年咖啡馆，纪晓鸥女士，没错吧？嗯，那就对了，请您在这签个字吧。那订花的人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你好，您的花到了。你好，花到了。你好，您的花到了。您的花到了。您的花到了。花到了。姐，今天的花里有张名片。是他，严谨是谁？就是那天来店里拿打火机那个大老板。想办法把这些花处理掉，看人闹心。卖掉？我可不占这种人便宜。实在没招，直接扔掉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来，张鹏搭把手。走。5元一支，5元一支，快来买啊！进口玫瑰5元一支，快来买啊！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了，5元一支。还是你脑子机灵，会办事。谢谢姐姐，谢谢哥哥姐姐。没事儿。反正有冤大头给你买单，你就可劲儿卖，给。这是进口玫瑰，你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？那要卖多少？进口玫瑰10元一支，买10支打8折了。进口玫瑰玫瑰，正宗的厄瓜多尔玫瑰，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买10支打8折。给我一杯手冲咖啡。你手指怎么了？被狗咬了？小事情。可以合张影吗？啊，可以。我也拍一张啊。这小子最近在你这儿挺火啊。这里面20250，点点。之前啊，就当做是我的 VIP 入会费。我们小本买卖没有 VIP 制度。那就当做我预支了1年的咖啡跟餐费，总可以吧？不可以，以后1杯咖啡都不会卖给你。为什么？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，你什么意思我明白，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很清楚。我绝对不是玩欲擒故纵，我就想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。可我就是喜欢40里面，喜欢这里面的格局，这里的品味，这儿的手冲咖啡，还有这儿的老板娘。我是一个合法公民，我有权自由地出入任何公共场所。季老板不想见到我，恐
恐怕有点难啊。姐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喝你的咖啡吧。小欧，我带了你最爱吃卤味。哎，爸妈那儿我已经送过了。那我给乐乐备了一些蛋糕。谢谢啊。王，严谨，这么巧，在这儿碰到你。哎，你可老了不少啊。我一直不是长得着急吗？你们认识啊？这是我老大哥。以前我做缉毒警的时候，咱哥俩一块儿出生入死过。哎，咱俩有多少年没见了？我离开队里那会儿，咱俩就没见过了啊，好些年了。哎啊，虽说你脸上这个褶子多了一些啊，但是身体还是倍儿结实。凑合吧，现在没事儿就是跑跑步。严总现在混得不错啊。你要说这话，诚心恶心我吧？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啊，臭奸商一个。没想到你这个臭奸商以前还是人民警察呀！小欧，你们俩这是？我们俩什么都不是。我介绍一下，哦，这位是新来店里的店员，叫战宇，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，拿了好多的奖。这位是冯大哥，以前啊救过我和我奶奶的命，比亲哥哥还要亲。冯大哥好。你好，这小伙够精神的啊。你是没看到你导了多少女客人？哎，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，我请大伙儿到我的1/3吃一顿海鲜。哎，战宇，你应该没吃过几回海鲜吧？一块儿去啊。我海鲜过敏。今天恐怕不行，我回去还得照顾孩子，要不改天我请啊。行，改天啊，把孩子一起带过来啊。行。哎，乐乐，慢点儿，小心掉水里。哎，冯大哥，那个严警之前真的是缉毒警啊？是啊，他还是武警特战队员呢。就他那吊儿郎当样子，肯定是走后门进去的吧？你不了解，这武警特战队的选拔非常严格。你别看严警平时挺不正经的，这小子可真有两下子。去了禁毒支队，也立了很多的功，之后就下海经商了。那好好的缉毒警为什么不干了？大概是子承父业吧。他爸以前也当过兵，退伍之后就做了生意，貌似生意做得很大。小欧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啊？没有，他不过是带人来喝过咖啡罢了。真没有什么事儿？我跟他这种人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严警很优秀，是个拼命三郎，干什么成什么。现在他生意做这么好，我一点都不吃惊。哎呦，还不是靠他爸的关系。有没有他爸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成。那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，最好啊，让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他。乐乐，等等我。乐乐，抓住你了！抓住小阿姨！哎，早上好啊！给你买了早点，好吃不胖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走人。给我来一杯耶加雪菲，再给我来一个鸡肉帕蒂尼。没有，有也不卖给你。热水总应该有吧？啊？哎，吃啊，吃，一会儿凉了。来，吃。我烧点热水。
天早上第一个来，晚上最后一个走，恨不得把家和办公地点都搬到似水流年。二位请坐。出去。今天新来的鲜花怎么样？弄好了吗？挺好的。苏门答腊曼特宁咖啡通常采用半水洗处理，在自然晒干数日以后，用热水洗去果胶，果肉的甜味渗透到种子，会产生特有的醇味。这种豆子在国内不常见，遇到了可以多进一点。小冉小姐，是要买多少啊？我这才走了半个月，你这桃花遍地开。这拉琴的男孩是什么情况？哦，那个是我新招的兼职，叫战宇。确实是个小鲜肉。那这个呢？一客人不熟。不熟你跟人打情骂俏？这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就是我在厕所里遇到那个臭流氓。他是不是叫严谨？你怎么知道呀？真是他呀！这
这回你可赚到了，小欧。此人可是成达物流公司严总的儿子，1/3海鲜餐厅的老板，梨园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，多少未婚女性梦想中的另一半呀！哎呦，不就有点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，小欧，你可别这么说。1/3我去过，一进去那贵族奢华的气质，甩咱们这咖啡厅10条街都不止吧？过分了吧？一点都不过分。这个严谨，我2年前就听说过，真人这么帅。哎，说实话，他追你多久了？这个人赖到我店里快10天了。小欧，这次我认真跟你说，听说这个严谨对女人很不错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没兴趣。你不下手，我可不客气了啊！哎，赶紧的，别客气啊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小欧的闺蜜方妮娅，叫我妮娅就行。哦，你好。小欧，这个饼好吃。这个酥饼啊，又甜又油腻，吃多了会发胖，更找不到男朋友了。闺女1周在家只住1天，你大清早就开始说的。爸，没事儿。哎，爸，现在股骨关节进口的替换手术费要多少钱呀？这个手术费吧，至少得5万，还有术后如果恢复不好的话，还得换进口药物。患者手术之后呢，需要常去卧床休养，这个需要护工或者保姆24小时照顾，这部分费用要算进去。又去李美欣家了？去了2次。他儿子啊，现在在我店里面做小时工，孩子挺好的，就是那个家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母子相依为命吗？家里面简陋极了，连点像样的家电都没有。缺电视吗？缺，什么都缺。哦，那一会儿咱家新电视就送过来了，要不你把咱家的旧电视给他们送过去？我就说我觉悟怎么这么高，原来是随张雅敏女士。哎呦，少拍马屁啊！你赶紧找一个像样的男朋友回来。谨遵老佛爷懿旨。来，妈，您多吃点。又来。喂，冯大哥。小欧，忽然有个急活要去趟机场，电视我明天帮你送好吗？没问题，你开车慢点啊。这么巧啊！真是阴魂不散。哟，车坏了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啊。你不是心灵手巧吗？帮我把车链子上了吧。好吧。好多年都没碰过这种事儿，我试试。搞定。擦擦吧。哟，哎，警察同志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看，这个引擎盖还热呢。驾照出示一下。给您。这儿不能停车，赶紧开走啊！哎，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交警没有罚你吧？没有，
就口头警告，分儿都没扣。今天谢谢你帮我修车。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？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来都来了，帮我办件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嗯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干嘛呀？第一回见家长，见面礼总要准备的嘛。正好我车里有2瓶好酒。你还以为真会让你上去啊？老实在这儿待着吧。哎，我这都憋一路了，借用个厕所总可以吧？路边解决。哎呦，我这肚子还有点不舒服。哎呦，这附近连个公厕都没有。哎，小欧回来了。哎，爸电视呢？哦，那儿。哦。哎，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我是严谨，我是小欧的朋友。男朋友，普通朋友，这瞎了眼能看上他，你怎么说话的啊？你不要上厕所吗？那边。哦，我一见到叔叔跟阿姨，我这一高兴，肚子也不疼了，还有点饿。阿姨，给您带了一些礼物。哎呦，不用那么客气哈，谢谢哈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我叫严谨，严肃谨慎的严跟谨。哦，这名字太好了。哎，你在哪工作啊？有多大了？哎呀妈，你有完没完呀？我就让他搬电视机，别愣着呀，赶紧。好。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啊？啊，阿姨，我先干活了啊，反正我也认了门，以后一定常过来看你们。好，常来啊。哎，走了，师傅。好，好，哎，小心啊。哎。再见，叔叔阿姨。再见啊！再见！再见！哎呀，真是，没准真是男朋友呢。我说金老板。你这个交际圈够广的呀！我这不是带严大老板体验一下我们老百姓的生活，用不着体验。我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，这种红砖房我住，也没个电梯呀。那有电梯要你干嘛呀？他们家住几楼啊？走吧。你快点儿！这边。阿姨，我来给你送电视了。哎呀，小欧辛苦了。战宇知道你过来吗？哦，我还没跟他说呢。啊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电视换了，顺便把机顶盒给安一下。哦，给。男朋友啊？啊？啊，不，他是安装的工人师傅。啊，小欧，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啊？您说。我要到社区医院去输液，但是今天负责接我的医生有事来不了了，你能不能把我送过去啊？你不是在我爸那儿治疗吗？你爸那儿太贵了，我在社区医院又便宜，离家又近，省得我折腾。电视安好了。哎，阿姨，您打的是什么药啊？啊。我打的就是这个药。哦，这就是普通的消炎药，我能打。哎，你别胡来，你一天医学院都没念过，你打什么针呀？我之前在队里学过静脉注射和伤害急救，你就放心吧。那你也好多年没动过手了，
不安全。啊，没事的，要是能在家里打那就最好了。我这上下楼也不方便。行，阿姨，您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到附近药房去买注射用的东西啊。谢谢。这个师傅真是热心，还挺一表人才的。你手稳点啊！没事儿，扎不好大不了出点血，没事儿。疼吗？不疼。小严扎的比护士扎的还好。好了，阿姨。啊，谢谢。今天谢谢啊，忙活到这么晚。有没有觉得我特别靠谱？以后你的人生准则里一定要加一条：有困难找严谨，准没有错。一天不吹不叫一天。我也没想到啊，战宇家那么困难。是啊，老天对战宇太不公平了，能帮则帮吧。现在啊，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真难得。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记得喊我。你们武警会的可真多，连医学常识都学。那不就是小菜一碟？什么跳伞、开锁、野外生存，我样样精通。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？应该没有了。田老弟，这家地方别客气啊，随便折腾。我说啊，陆老三，人家梅总诚心诚意的跟你做生意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反倒欺负一个女人，您觉得合适吗？梅总是我的朋友，谁敢动他东西，就是动我的东西。田老弟，什么时候喜欢上寡妇了？那是我自己的事。一句话，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，其他的事儿都好聊。我这吃都吃进去了，这怎么吐啊？你教我呀？想让我跟那个小寡妇合作也不是不行，啊，除非你卖1/3给我。不可能。那就没得谈了啊。去年你儿子在外国干了点蠢事儿，我听说还把人给烧了，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这事儿您知道吗？那女孩的家里人好像一直在找啊。既然我都知道了，那说明找到咱们这儿了。陆总好像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吧？您这大家大业的，可得稳住了。严爷，这事可不好开玩笑的啊！
爷爷，您太较真了，我就是跟您开个玩笑。回头我就让兄弟们把你那辆集装箱的酒水给你送过去，好不好？给梅总送过去。这个别在意啊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小事儿，小事儿。那我也不客气。哎。 手怎么样？要不行，咱们去医院吧。伟子，咱们去医院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家里也有烫伤药，没事。那么烫的炭火，手指头肯定伤得不轻吧？嗨，这也叫伤啊？梅姐，就别跟着瞎担心了。严总那可是在武警部队历练过的人，这点伤算什么呀？当初在禁毒支队的时候，没少立功嘛，严总。好汉不提当年勇。 谢谢你了。咱自己人不说客套话。陆老三早就应该教育了，咱们三个是同一条船上的，你好，刘总好，我才真的好，对吧？看来我们只能跟你在一起，未来才能是一片光明啊，伟子。 呀，小妈来了。你手怎么了？啊，煮面的时候不小心烫。你是多久没进厨房了？这么简单的事儿能烫成这样？哎，我昨天晚上失眠，到现在还没睡呢。有什么指示赶紧说。你跟似水流年那老板娘怎么回事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你天天往人家店里送玫瑰花。你要调查我？ 我可警告你，像她这种大学退学混社会、劣迹斑斑的女流氓，你最好少碰。她是不可能进严家大门的。我说，你这辈子不当个特工什么的，真可惜了。我跟你说认真的呢，爸妈年纪大了，你也该收收心，正经找个女人往结婚上奔了。小妈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是真心的对纪晓有好感。 我不在乎他的出身跟过去，我只在乎他有没有一个有趣的灵魂。你觉得纪晓鸥是个劣迹斑斑的女流氓，我还觉得人姑娘有血有肉有故事。你跟我啊，就喜欢她身上这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洒脱劲儿，我就爱这种有嚼头的姑娘。我这回是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是吧？哎呀，你困劲儿上来了，得睡觉。哎呀，起来点儿。 这花都送1个礼拜了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不符合逻辑啊！这个地方以后不能再来了。陆万金查的怎么样了？他的物流公司就是个幌子，私下里的确有走私生意，跟小美人一样，都是刮羊头卖狗肉。我就说吧。 就是之前啊，你们把小美人的运毒渠道给盯死了，他才被迫找陆万金合作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开辟新的路线。但陆万金要的分成比例太高了，刘伟跟他很不对付，后来他们就谈崩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你帮了他们大忙。帮了大忙有什么用？刘伟压根没把我当自己人。不过好在陆万金出了局，给了我一个机会。不行啊！ 想都别想！我也是才明白，之所以小美人能盯上我，就是瞅准了我家物流公司的优势。如果我不好好利用这点筹码，恐怕无论做什么，他们都信不过我。严老爷子要是知道自己的物流公司被你用来贩毒，不得气炸了？放宽心吧，等案子破了，他儿子我
就是缉毒英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用想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只能委屈纪晓做我的挡箭牌了。有句话我可提醒你啊，你的目标是 KK， 不是纪晓哦。我知道了，程长官，了解敌人也得做好掩护，不是？可惜啊，人家不理你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动手是吧？哎，别碰！手还没这么好呢。不是你大公子，呀，姊妹啊！你的玫瑰花我已经处理了，你什么意思我明白，我什么态度你也应该清楚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咖啡馆里。我每天死皮赖脸的耗在似水流年，尽我所能的表现。看你最近帮了我这么多忙的份上，这杯咖啡请你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盯紧 KK。通过我的观察 ，KK 会频繁地看手机，偶尔还会出去接一个电话。我猜测，他是在跟他的上线联络。出去。今天怎么样？你的不过 KK 这个小子警惕性很强，每当我试图靠近他，或是与他交谈时，他都会刻意与我保持距离，并且我发现，他看纪晓鸥的眼睛里有些许的爱意。你的意思是，战宇比你更早喜欢上了纪晓鸥？像他这种害人害己的毒贩，他配喜欢纪晓鸥吗？那你追求纪晓鸥，是因为真的喜欢他，还是因为卧底工作的需要？说实话，其实我对纪晓鸥的追求不是很纯粹。可我怎么听上去，你倒是像真的喜欢上他了？我怎么觉得，你好像没有在听我说卧底工作的事儿，倒是有一点审问犯人的意思。有吗？你想多了吧？谢谢。这就是战宇调的那款茶吧？嗯。味道也不错呀。4月的午后，名字也挺好听的。还是没有小雨调的好喝。姐，歇会儿吧，喝点茶。好漂亮呀，是樱花吗？最近我们学校的樱花都开了，我摘了一些进去，还加了一点水果一起泡着喝，味道还不错，你尝尝。好喝。这款茶太适合放在店里当下午茶卖了。你取个名字放在店里卖，卖一杯有2块钱提成。卖茶 OK， 提成我不要。姐，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就当我回报似水流年的了。一码归一码，快想想叫什么名字？那就叫它4月的午后。4月的午后。
此时此刻有意义，我喜欢，就叫他了。来，你这个月的工资。而且啊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咱们俩以后啊，再也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了。姐，多了。你在店里拉琴，给我带来不少客人，该是你的，拿着。以后啊，如果妈妈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不够，就跟姐说。姐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以后我就是你亲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乐乐，吃点水果，爸爸等下就来接你了。小雨哥哥，我能摸摸你的琴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小欧，王大哥，小雨，乐乐，走，跟爸回家。爸爸，这个琴很好玩，我也想学。乐乐，别碰哥哥的琴啊，这碰坏了，哥哥就没法拉了啊，听话。爸爸，我想跟小雨哥哥学小提琴。乐乐，以后吧啊，等明年咱们长大一点再学啊，听话。哎，小提琴陶冶性情，比打游戏强啊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可眼下这情况你也清楚，乐乐马上要复查。姐，王大哥，我可以免费教乐乐学琴。哎，小雨，这不合适，你打工也不容易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冯大哥。一会儿我去学校借一把琴拿给乐乐，以后每周给他上2到3节课。小雨，没事儿，冯大哥，今天第1节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啊，小雨。不客气。还不谢谢小雨老师。谢谢小雨老师。先把腰顶住，手呢掐上去，对。您的咖啡。往这边再挪一点，然后这个弓呢是这个样子，手抓琴弦，然后拉到上面。我也想试试。哎，好啊。把菜刀架在脖子上，对。按住，轻轻走。哟，老板娘雅兴啊，玩上音乐了。严总来了。哎，老冯，以后别这么叫我啊，叫我小严就行了。乐乐，叫叔叔。叔叔好。你好，这你家孩子？我儿子，长这么大了啊。行，我不打扰你们，你们拉啊，我旁听。练你的，练你的，好好练。哎，小雨，我想学《我愿意》。哎，这我愿意可是小欧最喜欢的曲子。我就学第1句就行。加上，对，手指按到2弦。哎，你练你的呀。哎，我愿意这首歌不适合小提琴拉，来，不好听。你懂行吗？走开。继续。干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呀？你跟那个严大少爷发展怎么样了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。严谨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心里只有你。还有你搞不定的人呀？那回头我帮你创造机会。别施舍什么都别施舍爱情，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寻找我的 Mr. Right 吧。上周一个朋友给我算了个星盘，
他说我明年一定会嫁出去。星盘你也信？他都算中好几个了，下回把他带来给你算算。嗯。嗨，我向各位介绍一下啊，这4位是我们省交响乐团的艺术家，我的好朋友。4位老师，请。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一语随心，无声又无息，出没在心底，转眼真的。站住！回来继续唱。临别时夜里，想你到无法呼吸。手放下。真好听。的告诉你，我大声唱。愿意为你，我愿意。喂，阿姨。救命！救命！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阿姨。爸，刚才美琴阿姨给我打电话呼救，她打到一半就断了，我正往她那儿赶呢。她儿子在家吗？没有，小雨她关机了，我给她学校打电话了，现在不知道她在哪儿。估计李美琴已经失去了意识，你赶紧打120急救，另外还要打110，让警察破门救人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打。警察同志，里面的病人有个沃特坏死情况，真的很危急，麻烦您快点。来，开锁。这锁不好开，这个锁是采用双排弹子结构的 B 级锁，哎，有点复杂。这也进不去啊！这也不行，赶紧叫所里人把电锯送过来。喂，严姐，出事了。这么快就来了？啊，就在附近。师傅，怎么样？不好开，等一会儿。你跟我试一下吧。你干什么呢？能行吗？电锯不是快来了吗？你给我10分钟，让我试一下。
谢谢。阿姨，阿姨，你们快点！小虎，你拖着阿姨头来，快！你小心点啊！走吧。先生，您所开的这么溜是自学成才，还是属于哪家开锁公司的？哦，我以前是武警特战队的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们回去啊可以查我的档案。辛苦你了。啊，你们也辛苦。走。怎么样？还冷吗？你穿吧。不，你穿吧。这睡衣真好看，改天我也。你大晚上的不在家不在学校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妈怎么样了？她还在急救。你穿成这样，身上还一股烟味儿，你到底去干什么了？年轻人嘛，混个夜店、泡酒吧很正常。医生，我妈没事吧？她怎么样？病人脑后的外伤未伤及颅骨，只是病人身体息肉受到惊吓，再加上轻微的失血，所以休克。输血之后呢，各项体征趋于平稳，病人神志基本恢复，又没有脑震荡，留院观察1晚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医生。你还要谢谢严谨，今晚要不他去交费吧。我来吧，你们都歇着吧。不用了，我卡里有钱。小米，我知道你平时很辛苦，也希望你像别的孩子一样多玩玩，但是你不能大半夜跑出去，把你妈一个人留家里，手机还关机。昨晚要不是你妈打通我电话，要不是严谨及时赶来，这情况真的不堪设想。我错了，姐，以后不会了。我先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我请小严来的。阿姨，快来快来。给您带了一点补品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客气干嘛呀？还买这么多东西。您怎么样了？我好多了。昨天晚上真是要好好谢谢你，要不然我就见阎王了。哎，您这话说的，你有这么好的儿子，阎王可不收你。小雨，今天我们请哥哥姐姐在家吃饭，好好谢谢人家。行，我早就听说小雨这个菜啊烧的挺好的，啊，今天有幸尝一尝。对，哎，你吃苹果？我不吃了，我去忙活去了。来，我帮你。小雨，需要帮忙吗？没事，不用。不错啊，翟宇。哎，以后别在岁数留年大日了，来我的1/3吧。喂，你当着我面挖墙脚呢？来吧，我们大家举杯吧。家里好久都没来客人了，小欧、小严，咱们就以饮料代酒哈。阿姨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母子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阿姨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能坐在这儿啊，就是缘分。来来来。快动筷子吧，尝尝小雨的手艺啊。啊，对了，小欧，小雨在那儿打工，没惹事儿吧？怎么会？小雨她特懂事，
周末啊，他在我那儿拉琴，店里现在有好多他的粉丝，我也是他的铁粉。还有我。哎，这红烧豆腐绝了啊！爱吃就多吃点儿。儿子，给哥哥姐姐夹菜。姐，鸡翅。尝尝这鸡翅，这也是小雨拿手的。走。我们小雨确实是挺优秀的，就可惜啊，没有生在好人家。有的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我早点走了，他也就解脱了。阿姨，你别这样说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把病治好，咱们家一定会好过起来。来，吃饭吧。快动筷子吧，尝尝小雨的手艺。小奥，这是寄给你的。谁寄给你的？不用看都知道是谁。浮夸的人做什么事儿都一样。嚯，这严总够高雅的。小雨，这个给你，姐不感兴趣。姐，我刚想把票给你的，我在这个舞剧里有演出。你还会跳舞啊？不是跳舞，是他们跟我们学校有合作，刚好有一个小提琴手的角色，挑了我去客串。牛呀！小雨的演出，姐必须捧场。季小姐，晚上好啊！我还以为今天的女主角登场了，开场白就那么俗，不就看看演出吗？带什么花？今天店里剩下的吧。没事，我不嫌弃。我有说就送给你了吗？那是把你的票给我。什么都可以给你，我的心都可以给你。给。我坐前面挺好的，前面看得清楚。你跟我一起坐，让他坐前面。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，可够了，你别看他。小奥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得走了。你不能晚点去啊！公司有急事儿，我真得走了，来不及跟你说。你来了，行，回头给你打电话。那你慢点啊。拜拜。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睡吧。
自作多情是种病，得治。你这样太辛苦了，帮你拿。小雨，你真是太棒了！你一上去啊，整个舞台都神圣了。佳宇，龙套跑得挺棒的啊，争取下一回当男1号。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在姐心目中啊，永远都是男1号。谢谢姐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嗯。小妹妹，我也会努力的。边儿去，咱们拍张照片吧。好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人帮我们合影。你回来。我是让你帮我和小雨照张照片。好。等一下，佳宇，往这边一点，来，坐下，来。这样不好看。哎，你再不拍，我换摄影师了啊！
严总。啊，小欧呢？哦，他今天家里有事就不来了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啊，我看一看啊，今儿喝点什么呢？哎，要不然今天我自己冲一杯咖啡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严总你就试试呀。咖啡馆的货到了。严总先冲着，我去外面卸货。好，你先忙。帮忙。怎么样，严总？要不要也来一杯啊？好啊。原来战宇有一个小号，专门用来联系买家和上线。哎，哎，喝咖啡吗？有病吧？你别以为你干了什么我不知道啊！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我看你平时挺忙的，还要到490年打工，够辛苦的。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看纪晓对我还不错，你嫉妒我，你没少针对我。你也别在我面前嘚瑟，我警告你，离纪晓远一点。别说，我还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比你那无害青年的假笑看起来舒服多了。这才是真的你吧？慢点跑，别摔了，兔崽子！你是一种很小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伤又无形，我在心底重演。怎么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。过段时间我们还有个先锋舞蹈表演，到时候严哥也来捧场。一定一定，带朋友过来。哎呦，是女朋友吧？一定是女朋友吧？真是，拜托了，尽你吉言。那今天晚上我做东，到我们吃一顿，就当给你们庆功了。谢谢严哥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没事。
喂，喂，姐，出事了。好，你先让他们试着开一下，马上到。这么快就来了？就在附近。在这个残酷而又现实的世界里，纪晓鸥却不求回报地帮助这对母子，他的真心实意让我觉得无比珍贵。小燕，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。大哥，哎，你说我真的是什么招都没试过，我就没遇到过这么水火不进的姑娘。哎，小欧的性格是有点强势，听哥一句劝，你俩不合适，算了吧。我肯定能对她好。再说了，有你这个大哥在，就算给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伤害纪晓鸥一根汗毛。哎，哥，你快帮我想一想，小欧都喜欢什么呀？那女孩子不都喜欢浪漫东西吗？之前那位，就是有时间的话，就请她听个音乐会啊，看个话剧什么的。好主意啊！对了，哥，我听小欧跟我说，乐乐得的是白血病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化疗以后还算稳定，就怕复发。你说你这个人啊，哪一点都好，就一点不好，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。你离了婚，孩子又得了病，你好歹跟大伙说一声，多个人多份力量，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。还没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地步。回头啊，我给你安排好医院，咱们找最好的大夫，把孩子的病给医好。先谢谢你啊。对了，我那个1/3正好缺一个采购部的经理，你过来帮我吧，薪水随便你开。你心意我领了，我现在挺安稳的。毒瘾又犯了吧？翟宇那小子找到没有？他也能证实我卧底身份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翟宇死了。
你真的不知道战宇死了吗？我市发生一起特大杀人分尸案，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，就是战宇。不会是你们搞错了吧？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我要对我说出来的每一个字负责任的。死者的 DNA 和战宇的吻合度达到了99%。据说他生前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小提琴手。